一場主要由市民自發嘅佔領街頭運動，自從喺昨日凌晨由金鐘、中環、灣仔擴散到銅鑼灣同埋旺角鬧市之後，幾個佔據點昨日都人山人海，唔少市民不斷加入，準備長期抗爭。昨日警方喺金鐘撤走防暴警察，氣氛變得平靜，但公民抗命冇跡象會喺短期內結束，抗議會持續，出亂子同埋爆發更嚴重衝突嘅可能性亦都會增加，局勢可以變得好快。今日我哋呢個學界嘅罷課大會而家即將開始。事實上，學生罷課已經打亂咗學校嘅秩序，部分打工仔罷工或者請假參與公民抗命，會引起勞資糾紛。而受到影響地區商鋪嘅日常營業，唔少地區特別港島區嘅交通已經受到唔同程度嘅影響。佔中星期日凌晨啟動之後，政府以為阻止更多人加入就可以瓦解運動，結果相反，將市民逼到街頭。同樣地，政府以為發放80幾輪嘅催淚彈可以驅散市民，反而令佢哋索性喺銅鑼灣同埋旺角開闢新戰場，兩個區比中環、金鐘更熱鬧，人流更加複雜。如果出現混亂，警方更難控制。琴日政府宣布取消11國慶煙花匯演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宣布推遲政改第2輪諮詢，亦都表示理解市民對警方發放催淚彈感到不安，明顯想降溫，研究同埋部署點樣化解呢場嚴重嘅政治危機。但要和平解決爭議並唔容易。雖然警方被指用過度嘅武力對付學生，令唔少市民因為同情學生，希望保護學生而行出嚟，但市民亦都明白，要警方承認處理不當係不切實際。只要警方唔再用武力驅散參與靜坐嘅人士，開放政府總部，甚至包括公民廣場，俾市民有空間平台表達意見，有助舒緩緊張嘅局面。要開放示威請願嘅空間並唔太難，但要喺人大常委會就2017年特首普選已經定下咗框架之後，要再要求佢哋改變嘅決定，政治上難度起高。中央官員可能真係害怕港人搞佔中，癱瘓主要嘅地區，佢哋如果因此讓步，會後患無窮，難保唔會將來再搞佔中，爭取香港獨立。北京官員睇到香港過去幾日出現嘅對峙，可能更加覺得有需要為特首普選定下零風險嘅門檻。但唔少市民，特別係學生，已經清楚表示方案同佢哋嘅期望相差得太遠。佢哋堅持抗爭。如果北京決定企硬，亦會帶嚟唔少嘅政治經濟風險。中央唔能夠充耳不聞，一切照舊。特首梁振英有責任同埋現實需要反映市民嘅訴求，尋求中央支持，創造空間，解開政改嘅死結，令到社會恢復正常嘅秩序。